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嗱，今日就星期日，好多賽事嘅，今晚為大家提供兩隊，俾大家參考下啊！一隊呢就係法甲嘅里昂對住朗斯，一隊呢就意甲嘅羅馬對住費倫天拿。提供呢兩隊俾大家參考一下啊！首先今晚俾兩件衫俾大家睇睇巴塞嘅紀念版啊！呢啲全部都係出往去東歐啊、北歐啊嗰啲地方嘅，非洲啊嗰啲質量好靚嘅，都係88蚊啊，包郵到家。有興趣嘅留言俾我啊！今晚首先嗰隊里昂對住朗斯，里昂呢，而家呢就由早盤嘅0.5負0.5去到而家1.25啊，即係證明里昂今晚非常想贏呢隊朗斯嘅。里昂而家仲有機會爭歐霸、歐冠嗰啲席位嘅，反觀朗斯呢就風流波噶啦，無欲無求噶啦。所以今晚就我睇好少少里昂能夠擊敗朗斯。另外一隊呢，就係意甲嘅羅馬對住費倫天拿。羅馬呢，就同費倫天拿都有機會爭啲歐戰嘅。羅馬主場稍為強啲啦，對住費倫天拿。羅馬又係早盤嘅0.5去到而家0.75嘅。我睇好少少個羅馬能夠擊敗費倫天拿，再加上少少大，睇下幫唔幫到大家啊！鍾意我個頻道咧，記得點讚啊、訂閱一下、轉發一下嚇，祝大家好運啊！今個禮拜就最後一日啦，睇下聽日再見，好嘛？好，拜拜。